牛我妹做鸡铺，爱讲乜嘅呢？呀哈，我拿定机嘅，老脆嘅，爱来做一种写作嘅，上爱拿来去无糖料良用。阿爸看到我拿定机嘅，问我爱做乜嘅？我老阿爸讲。我爱做写作嘅，阿爸姨父问：你敢晓做？我讲：我爱自家试做看啊，有问题我会去问你。阿爸讲：安样当好？我看见做好嘅写作嘅，就是感觉足脚无平。本来一下长一下短，几多挺矮嘞。阿爸看到讲，你懂听哦，也是你做出头一个爱做的。什么你听我讲下。